沙瓦迪卡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南法社陪師傅。咁今日講嘅主題，大家睇個背景都會知道，或者聽過佢個名，就係鬼妻拉娜。好啦，講拉娜故事之前，希望大家幫手點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多謝。鬼妻拉娜係百幾年前真人真事流傳到而家嘅愛情故事嚟嘅。喺泰國用鬼妻呢個主題拍嘅電影，一定唔會少過100套。而泰國人多數稱呼佢叫做咩娜帕可隆，咩娜係母親嘅意思，帕可隆係條村個名。呢件事係發生喺泰國拉瑪4世王嘅時期，喺曼谷市入邊有一條叫帕可隆嘅村莊，而有一對啱啱結咗婚嘅夫妻就喺河邊嗰度買咗間小木屋，過住幸福嘅生活。老公就叫碧馬，而老婆就係我哋嘅主角拉娜。時間話咁快就係佢哋結咗婚1年啦。呢個時候，拉娜發現佢有咗 BB， 而佢哋兩夫妻都好開心。但係好景不常，泰國受到緬甸嘅入侵，國家緊急徵兵，最後老公碧馬就咁被徵召入伍。雖然老公碧馬都唔忍心抌低老婆拉娜，帶住個肚咁一個人生活，但最後都諗到國家有難，要保衛家園，所以就踏上咗征途啦。自從老公去咗打仗之後，拉娜就每日坐喺屋企個門口望住河邊，睇下老公幾時返嚟。日子一日一日咁過去，終於到拉娜生 BB 嗰日啦，而老公都未返嚟。而附近嘅村民亦都幫拉娜揾咗幾個有經驗嘅接生婆幫佢接生。而呢個時候啲接生婆發現唔尋常，就係 BB 調轉咗，頭向上腳向下，咁樣係冇辦法順利出世嘅。咁啲接生婆當然係不斷推壓拉娜個肚，希望將個 BB 翹翻正個位置，順利出世。最後都係天意弄人，拉娜承受唔到巨大嘅陣痛，最後都係一命嗚呼，BB 就胎死腹中。泰國人相信難產死嘅屍體怨氣係十分之大嘅，咁村民立即將條屍包好白布，帶到去附近一間佛廟。咁村民就將拉娜嘅屍體交咗俾廟嘅主持，希望佢幫拉娜做一個回向嘅儀式，減低佢嘅怨氣。儀式過後，村民就將佢嘅屍葬咗喺佛廟後邊嘅公墳，大家就安心咁樣返屋企啦。咁拉娜死咗之後，間屋就荒廢咗，再加埋經過幾個月嘅風吹雨打，間屋就變到好似鬼屋咁嘅樣，啲村民都唔夠膽行過去。拉娜死咗1年，戰爭終於平息。碧馬亦都係時候退役，佢收拾好行李，心急似箭咁樣趕返嚟曼谷。由於嗰陣時普通人都係靠步行嘅年代，返到曼谷之後，佢哋仲要行多30公里路先可以返到去帕可隆村莊。返到村莊嘅時候都已經入黑啦，碧馬加快腳步咁樣行，一路上都見唔到一個村民，直至到返到屋企門口，佢敲門呼叫佢好耐冇見嘅老婆拉娜。過咗一陣，開門嘅竟然係拉娜，碧馬激動到即刻攬住老婆，就咁樣兩夫妻就好開心咁樣，成晚喺度講翻近呢1年大家嘅經歷同埋思念，但係拉娜就冇講難產嘅事出嚟。第二朝，拉娜準備咗豐盛嘅早餐出嚟，仲吩咐咗老公碧馬唔好出門，多啲休息。其實係拉娜驚村民同碧馬接觸，講出咗佢難產死去嘅消息，但係永遠只係包唔住火嘅。幾日過去，同碧馬一齊當兵嘅兄弟終於揾到上門啦。幾兄弟返到鄉下之後，聽到拉娜難產嘅消息之後，盤住好意諗住去揾碧馬安撫佢喪妻之痛。咁佢哋去到碧馬父母屋企嘅時候，屋企人竟然話碧馬冇返到嚟屋企。咁佢哋好奇怪咁諗，唔通碧馬返咗小木屋度住？唔通佢唔驚？因為佢哋返到嚟之後，聽到唔少村民講，自從拉娜死咗之後，就不斷喺屋企出邊個河邊抱住個小朋友，望住河邊喺度喊，所以自此之後，啲村民都唔夠膽靠近拉娜間小木屋。咁幾兄弟為咗碧馬嘅着想，唯有硬住頭皮都要去到河邊嘅小木屋睇下。佢哋去到見到一間荒廢咗嘅小木屋，周邊生滿雜草同埋落葉，佢哋喺度諗，唔係碧馬呢幾日就喺呢度過夜啊？咁佢哋幾個講嘢嘅聲音嘈醒咗喺屋入邊瞓午覺嘅碧馬。
聽到兄弟嘅聲音，佢立即衝出去開門迎接。咁碧馬請佢哋幾個入屋，幾兄弟聽到之後個心好驚，但又唔知點樣推，咁唯有戰戰兢兢咁樣跟住碧馬行入屋。咁碧馬就大聲咁樣叫拉娜準備啲嘢飲，招呼佢啲兄弟。拉娜一行出嚟嘅時候，幾兄弟竟然見到荒廢咗嘅木屋突然變咗一個好新淨嘅客廳，佢哋嚇到都唔知俾咩反應，唯有當冇件事咁樣同碧馬繼續閒話家常。而碧馬就係一返嚟就俾拉娜已經落咗髮，鬼揞眼，一直唔知自己住緊一間荒廢咗嘅木屋。咁過咗一陣，拉娜話要出去買餸，咁趁呢個時候，幾兄弟立即同碧馬講拉娜難產死咗嘅消息，仲叫佢快啲醒下，遠離拉娜，唔係遲早會有生命嘅危險。咁碧馬聽到梗係唔相信啦，仲覺得啲兄弟係詛咒緊佢老婆，仲警告佢哋如果再講，兄弟都冇得做。加上黃昏就快到啦，佢哋幾個都驚拉娜準備返嚟，於是無奈之下都同碧馬講要走啦。咁過咗一陣，拉娜就買咗啲餸返嚟，兩夫妻就喺廚房度一齊煮晚餐。咁準備食飯嘅時候，碧馬為咗想將自己啲辣醬加啲酸味，就去咗廚房攞咗個青檸出嚟切開佢。點知一時跣手，將個青檸跌咗落個地板，由地板罅跌咗落屋底下邊。咁佢好快咁走落去屋底下邊，諗住執翻個青檸。點知佢落到屋底下邊，發覺一隻好長嘅手伸咗落嚟執翻個青檸。佢開頭都以為自己眼花，再諗多一陣，就成個人嚇到坐咗喺地下度。呢個時候佢終於知道老婆已經死咗啦，只不過係掛住自己唔願意離開呢個世界。碧馬雖然個心好驚，但係都覺得非常感動同埋傷心。但始終人鬼殊途，碧馬決定要逃離呢度，但係又驚俾拉娜嘅鬼魂捉返嚟。佢靈機一動，就隨手拎起咗個錘仔同埋個釘，就走咗去屋企前面裝水個大水缸度，偷偷地打咗個窿，再用啲泥塞住個窿仔，扮晒若無其事咁樣返入屋同拉娜食飯。而碧馬個心亦都好難受，因為佢知道呢餐飯係佢哋兩夫妻最後嘅餐飯。佢只係用一隻手食飯，另一隻手捉住拉娜嘅手背。過咗一陣，碧馬終於下定決心啦，用佢屙尿為由，匆匆咁走出門口，再將大水缸上邊個窿嗰啲泥整走，等啲水射出嚟，營造到好似屙尿嘅聲音嚟呃住拉娜。過咗一陣，拉娜發覺碧馬仲未返嚟，就走出門口睇下發生咩事。佢就見到水缸嘅水射出嚟，拉娜就知道碧馬已經捨佢而去。佢諗都唔諗就飄上去追碧馬，而碧馬一早有打算，佢向住一個種滿柘嘅樹林跑過去。柘呢隻樹嘅樹葉有一種好細嘅小刺，係鬼見到最怕嘅。喺樹林外邊，拉娜係咁不斷嗌碧馬個名，嗌得好淒厲，啲聲音傳到入村民嘅耳入邊，嚇到佢哋個個都閂埋門，匿喺個被窩入邊。碧馬跑出咗樹林之後，直奔去一間佛廟，要求個主持幫佢剃度做和尚，暫時擺脫拉娜嘅糾纏。自從嗰日開始，每晚拉娜都企喺河邊等候佢老公返嚟。如果有啲咩人唔小心行近佢間木屋，拉娜就會嚇到佢哋精神失常。而拉娜對村民嘅怨恨越嚟越嚴重，嬲佢哋同碧馬講出真相，令到碧馬離開咗佢。正當拉娜搞到成條村雞犬不寧嘅時候，突然就有一個法力高強嘅師傅經過，得知到拉娜出嚟擾民，就用法力收服咗拉娜喺一個窩入邊，再用符布封住，放入河道將佢任水漂流。而拉娜亦都用佢嘅念力，令到個窩唔好漂到好遠，反而漂到去淺水區域。咁啱有小朋友喺度玩水，啲小朋友好奇就過去打開咗個窩，令到拉娜又放返出嚟。拉娜出返嚟之後，又返去小木屋。今次佢仲主動出擊，不斷去騷擾啲村民。呢個消息冇幾耐就傳到去一個得道高僧嗰度，佢決定出手制止拉娜。而呢位高僧就係鑄造筍笛王嘅阿贊多大師。喺一個夜晚，阿贊多大師就坐住一架小船，去到葬拉娜嗰間廟嘅墓地嗰度。佢坐喺地下開始禪定，用他心通同拉娜通靈，叫拉娜放低佢嘅怨念。佢嘅怨氣實在太重啦，如果佢唔想再喺度遊離浪蕩，跟阿贊多去修法嘅話，做一位善神
積福積德解救眾生嘅話，咁就坐起身。過咗一陣，墓地嘅泥土突然裂開，拉拿條屍真係坐咗起身。阿贊多立即叫徒弟攞滅魔刀將拉拿嘅額頭骨切咗落嚟。之後阿贊多喺個額頭骨嗰度畫咗幾個符，念咗經，吹咗啖氣，之後拉拿條屍就自動咁瞓翻落去個墓地度嚟。後嚟傳聞話阿贊多圓寂咗之後，額頭骨就流咗入去皇室手上。拉瑪五世皇帝28個仔春逢王子就係其中一個擁有過拉拿額頭骨嘅皇室成員。時至今日，拉拿已經係泰國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每日都有好多人去參拜佢。好啦，今集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大家如果有咩生活上嘅疑難雜症或者泰國佛嘅問題，都可以加我哋左上角微信號嘅 QR code 查詢。好啦，再見。